再来看高雄医学大学一个捌做过稳固健康照护中心主任、市立大同病院副院长的老师，和研究生指控讲，伊带学生出国去开会，佮问查某学生敢要做伙困一间房间咧。学生去申诉，这老师佮讲哦，是要帮学生囡仔省钱。学校表示讲已经启动调查，嘛认定这老师的行为是性骚扰，嘛已经停聘了。 突然就传了一个讯息，就是要求说，我可以跟他一起同房，啊，我就觉得有点很错愕啊，没有啦，你太美了，我怕我忍不住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太 over 了，对，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下去。高雄一个 L 小姐指控高医大一名姓肖的讲师做伊论文指导老师期间，真侪届届研究性骚扰。今年9月，讲师要搁带学生去到韩国釜山参加研讨会，老师搁传讯息问伊讲，敢要困共一间无？ 老师讲着讲就很自然啊，就是讲完之后就站起来，然后就跟我突然就讲到说他跟前女友在床上性事的问题，讲得很露骨，我不敢去说。那我也是觉得好，那我对这个人我要更小心。 L 小姐控诉这款的情形，伫2年来出现，本体是烦恼着毕业，唔敢和老师正面冲突。这届互要求爱带共间房，伊也决定无要出席外国研讨会，要求换指导教授也向学校申诉。立宪基金会建议，当着这款权势性骚扰，第一时间唔通检讨家己，会当保留相关证据向学校申诉。 无论如何，当你心里开始有疑问的时候，可能就要先收集证据。不管如何，都先留起来再说。去搜寻相关的资讯，或者是跟朋友讨论。因为如果有跟朋友讨论的话，到时候也都可以成为是提告上的证据。 当事人申诉了，讲师也是带查某学生出国，学校回应讲，第一时间就知影这件代志，有启动调查，认定这个讲师的行为有性骚扰，停聘该处罚。事件当中牵涉的查某学生，学校已经启动支持甲辅导，确保学业未受到影响。也强调学校无指派当事人带团出国，会积极保障其他学生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